Jackson B 組決賽即將開始，倒數準備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夠車，搖車反咗。OK。好，佢將第一圈啊，出咗嚟1、3、4、7、5啊，阿 Tom 出咗嚟 Anderson， 之後 V、Tommy Choi、Hayden， 同埋白頭紅邊嘅 Super， 後面嗰架係 Anderson， 黃頭藍尾啊，33，跟住就全金色啊 V 啊33。Tommy Choi 就一架新騎士橙色嘅 Super 第4，第5 Hayden， Lightning McQueen 花 Super， 大家平均地都係1秒距離啦，接近每一架車。OK， Tommy Choi 後面，哇，同阿 Hayden 喺度爭持啊 ，V 就跌咗去第5位啊。又反咗唔該 Marshall。後頭1、2車啊，2車好努力追緊架頭車啊 Tom 啊，橙頭藍尾嘅33啊，準備出直路。賽事經過2分鐘啊，位置1374286啊，1375286。何華峰留意啊 ，OK。頭車都大咗後面車一段小嘅距離啊，大概3秒到啊，同2車。頭車係阿 Tom 啊，白頭紅邊花嘅 Super 啊。我留意阿峰阿 Anderson 嗰個後面係應該係翻一車嚟，如果好近就放一放佢啦。唔該晒，哇，OK， 唔該晒。我哋放貨啊！哇！賽事仲有4分半鐘啊，直路尾路線小心，清楚。哇！頭車繼續係紅白車嘅阿 Tom 啦，而家直路出直路啦。翻咧阿 V 同阿 Edison 噶啦，阿 V 後面頭車到嘅。唔該阿 V，thank you。咁啊，而家2車係 Tommy Choi 嚟嘅，一架橙色嘅 Super， 而家喺揸翻台前面。3車 Edison 啊，哇！但係啲頭車追緊啦已經。咁啊，而家仲有4分鐘到，名次係1734，阿 Tommy Choi Edison 阿 V。哇！仲有3分半鐘左右，繼續係阿 Tommy Choi Edison。咁啊，而家頭車嘅阿 Tom 紅白色嘅可樂花而家出咗路啦，前面嗰架頭車嚟嘅。
二車就係橙色嘅 Super 啊 Tommy Choi， 而家喺周巴台前面就快出咗路。三車就係橙頭綠味嘅 Edison， 追住阿 Tommy。時間去到2分，仲有2分50秒啫。名次繼續係阿 Tommy Choi、Edison 同埋傑爸。傑爸一開頭炒咗之後，而家上到4車㗎啦。仲有2分30幾秒。頭車阿 Tom 喺場中間啦，就快出咗到一架紅白色嘅 Super， 而家喺左下角就快到揸巴台前面，場中間有意外清咗，唔該曬邊。名次繼續17325，頭車繼續係紅白色車嘅阿 Tom， 而家出咗到。二車就橙色車 Super 嘅 Tommy Choi， 三車 Edison 橙頭綠尾，而家頭車係追住2、3車嘅，隻路未見到啦。2、3車頭車係追住㗎啦，阿俊峰追住 Ivan。咁啊，慢慢啦 Tom， 咁啊，等佢前面2個2、3車爭住先啦，唔好埋去插埋一腳啊！咁啊 ，Tommy Edison 後邊嗰個頭車到，但係你哋兩個又變得咁盡，仲有1分20秒。哎呀 ，Tommy 擋住咗啊！咁呢轉翻嚟有機會唔會傑爸上咗？哎呀，傑爸上咗3車啊！起步之後雖然有啲意外，到最後而家上翻3車位置啊！咁啊，而家3車係藍色車嘅傑爸，跟住4車就係 Tommy Choi 橙色 Super。時間去到最後40秒嘅啫，名次係阿 Tom Edison 傑爸 Tommy Choi。咁阿 Tom 咪帶順咗㗎啦 ，Edison 2車都帶咗出嚟。咁反而哎呀 Tommy Choi 再級一級咁啊，傑爸輕鬆啲啊，3車位置。去到最後20零秒嘅啫。有一頭車係紅白色車花嘅 Super 喺左下角，就話到揸翻台前面。2車 Edison 橙頭綠尾，3車係藍色車傑爸，而家揸翻台前面啦。最後追到上而家3車位置啊！咁阿 V 麻煩讓車啊，唔該你 ，thank you。最後幾秒嘅啫，繼續跑啊！未衝車手線，唔好收車。繼續跑，未衝車手線，未衝車手線，繼續跑。未過車手，未過車手，唔好亂拍手，唔好亂拍手啊！繼續跑啊！唉，錯。